我现在借这个机会跟全世界的莲友们、我们的法师们来报告，怎么样做一个完全的自己。过去呢，佛陀在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因为品德高尚啊，在世传道的时候呢，就深受世人的敬仰啊，却也有人因为嫉妒他的才华而四处散播谣言，破坏了释迦佛陀的名誉啊。有一天，有一个人呢，当着释迦牟尼佛跟众人的面呐，毫无理由却心怀不平的对释迦佛陀呢破口大骂。然而，不管他的态度是如何的恶劣的，言语是如何的不可理喻啊，但释迦佛陀却始终不发一言呐，微笑着面对着他。等他骂累了停下来的时候，佛陀呢才开口，很轻声细语的说：“我的朋友啊，如果你要送礼物给别人哦，可是对方并不接受，请问礼物该属于谁的呢？”释迦佛陀突如其来的这么问，那个人呢，他不加思索的回答，就说：“对方既然不愿意接受嘛，当然是属于送礼的人啊。”释迦佛陀继续微笑的说：“你刚才的言辞，你所说的话，我不接受。那么这些谩骂的言辞将属于谁呢？”那个人呢，就突然间语塞了，言语好像被堵住一样。接着他冷静的一想，醒悟了自己的过错，于是向释迦牟尼佛道歉认错，并发誓以后绝不再说他人的坏话了。释迦佛以自己的这一则亲身经历告诫弟子们说，遭受他人的谩骂的时候，人往往会想骂回去。这样做就好像我们抬起头来向空中吐那个唾液呸！不但不能够侮辱别人，反而会污了你自己，弄脏了你自己。古时候有一些哲学家说，我们忍耐一点，诽谤是不会活很久的。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一样，不久它将出现，代替你来说明一切。所以我们各位莲友在人情往来日趋复杂的今天我们总免不了的会遇到一些不平的待遇，或者是以事实不合的耳语来重伤你。我们遇到了，你会采取怎么样的应对态度呢？因为立场角度的不同，人是无法做到人人都叫好、都赞叹你的。无论怎么做，都很难做到令所有人都满意的。其实凡事只求无愧于心我们努力以赴，旁人的评语，我们又何苦呢？常常我们藏在心中，让自己不快乐呢？没有必要嘛。所以这一点，我们不是活在别人的嘴里，不是活在别人的态度里，我们要做完全的自己。这一点呢，希望我们修行的人随时都能提醒自己。另外，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跟各位大家呢提醒勉励我们人只要善意的付出，可以共创美好的明天。我就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山坡上面有2棵梨树，尽情的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慢慢的成长了。其中有一棵梨树呢，开了许多花，结了满树累累的梨子。另外一棵的梨树呢，一颗梨子也没有结，没有开花结果。那么梨子成熟的时候许多孩童，他们有的爬上这个梨树，折断了四肢就去摘食这个梨子；有的不会爬树呢，就拿着长木棒敲落那个梨子，弄得这个梨树的枝叶很狼狈，浑身是伤没有结果的那一棵梨树就说了：“还是我比较聪明我没有结果子，所以我的枝很强，叶子很利一点损伤也没有哪像你那般的愚蠢自己招惹来这样的麻烦。”
这个长满梨子的梨树就说：啊，你不知道，你虽然长得很漂亮，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但是你为人类贡献了什么呢？一点帮助也没有，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隔年连续好久都没有下雨啊，那2棵梨子树啊都快枯死了。孩童们呢就很辛勤的，非常辛苦，为结果的那一棵梨子树啊来浇水。没有结果的这一棵梨树呢，引不起这个孩子们的关心照料，没有多久就枯死了。各位，你看，我们人活在世间，要创造生命的意义，因为有你的出现，带给众生幸福；有你的出现，能够给真正的痛苦结束，我们的生命才凸显它的意义存在。过去啊，外国的哲学家说了，讲求私利、私人的利益，则所有的美德将会付诸东流啊。我们都活在一个名字叫做地球的村庄里面呢，共同的享受日月与星光的温柔，我们一起欢乐，一起忧愁，在这个彼此好坏与共息息相关的时代当中，需要你我善意的付出，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如果只为保全个人的利益而不愿意付出，那生命又有何价值呢？个人的利益又能保有多久呢？所以各位，我们细细的思考，我们就知道，人也因为你的付出，带给所有众生生活的改善。我们活在世间，受别人很多的敬爱、尊重，你会觉得生命很有价值。今天利用这个短短的时间讲这2者非常有意义的公案给各位大家参考，让你们慢慢的去体会，好好去领悟，我想对我们修行上会有很大的帮助。好，阿弥陀佛。